Hello， 大家好，真房源真價錢，歡迎收睇我哋嘅頻道，我係龍興志阿豪。我哋而家喺東華大道嘅邊上啊，左手邊咧就係我哋今日要影嘅小區鼎盛廣場。喺惠陽淡水區政府中心有一個商業繁華與舒適住宅兼備嘅小區鼎盛廣場。呢度不僅係居所，更是繁華生活嘅起點。鼎盛廣場居守惠陽淡水核心，深管匯半小時嘅生活圈觸手可及，廈深高鐵、沈海高速、縱橫交匯，1小時車程通達港深。周邊公交車與地鐵14號線沙田站、高鐵站惠陽站、惠陽汽車客運站無縫接駁，城市脈絡盡在掌握。70年產權住宅，8.05嘅容積率，29平方到67平方嘅實用戶型，年輕化嘅設計為1163戶人家造就夢想居所。人車分流設計，691個車位停泊，安全與舒適兼得。300米可以到達三和醫院，為你健康護航。500米到達10萬坪嘅區政府廣場，800米淡水河畔公園係茶餘飯後運動嘅好去處。500米內天圖、英之王、承傑一中心3大商業環繞，樓下各式餐飲以及放鬆場所應有盡有。落樓繁華與你共舞。今日睇嘅係一個細單位，而家跟住鏡頭去睇睇。依家到單位裏邊，呢套係33.17個平方嘅複式單位嘅，個業主比較用心啦，係裝咗一道門嘅防盜門，係2道門入嚟。入門嘅右手邊係廚房一個空間，抽油煙機啦、電磁爐位佢都係留好嘅。左手邊咧擺咗個簡單嘅鞋架，呢個可以擺咗個簡單雪櫃，自己要用嘅擺翻個大嘅都 OK。成個開間咧係有翻3米嘅開間嘅。空間嘅使用率咧算比較高，我哋進深咧從入門到陽台，成個進深係有翻7.8米嘅一個進深。一個陽台簡單嘅洗手台、洗衣機位2、3架，佢都係留好。前面嘅視野咧係睇東華大道同埋個空中花園嘅。我哋入去睇睇佢休息區，休息區係喺2樓一個空間。我哋2樓成個空間咧係有翻22個平方嘅，呢度擺咗做咗個衣櫃位，仲有一個廁所嘅空間。成個空間咧，我哋間翻2個房間咧都係 OK 嘅。再過嚟咧係1.5米嘅大床，成面落地窗，個房間嘅採光咧都係非常之好嘅。我哋而家總結下呢套房。33.14個平方，業主咧而家係19.8萬可以出嘅，買一層送一層嘅空間啦。成個使用率咧係有高達50個平方嘅。優缺點都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個優點咧，區政府中心位置啦，呢度落樓方便，衣食住行都可以滿足。第二個咧，交通4通八達，無論我哋去沙田站又好，或者高鐵站客運站。或者大亞灣嘅各個區域，我哋公交都係可以直達嘅。第三個咧優點咧就係我哋呢套房係複式一個單位，使用率咧係相當之高嘅。缺點都講一講。第一個缺點咧係我哋戶數比較多啦。第二個咧呢套房有啲嘢我哋要按自己要求重新執一下先可以入住嘅。如果對呢套房有興趣嘅話咧，可以隨時聯繫我哋 WhatsApp 嘅，關注我，帶你睇盡惠州靚房。